大家好，小鐵道今日小鐵 A 會介紹喺元朗買嘅限定巴士，不過內容就冇仔細講得。不過仲負責咗粒，不過呢個應該好似係元朗眾富嗰邊未影買過嚟嘅捐過嚟嘅車，不過仲未搬晒過嚟元朗嗰啲貨。二話不說，打開部三叉戟咁啦。而家元朗微影嗰邊仲有好多新車嘅，Timmy微影。三叉戟好可惜嘅係冇牌，問題就係冇牌。又冇標誌，又冇牌，跟住又冇車牌，跟住最離譜嗰度咧係後邊白雪雪都冇嘅，算至少離譜啦。不過越睇越似密龍，係啦。九龍巴士公司應該仲起緊個有未起完嘅，或者呢個咧係應該 Timmy 微影少出嘅車，第一次見咁嘅車，冇牌嘅。咁因為呢度冇牌又冇車牌嘅原因，所以小鐵會介紹唔到咁多，所以今日小鐵暫時介紹到呢度，多謝各位。